各位，環球股災，港股大跌超過3000點，跌幅達到1成3，係亞太區主要股市當中表現最差。恒指今年嚟嘅升幅全數蒸發，跌市成交超過6200億，創出新高。美國對等關稅觸發環球大跌市，港股裂口低開2119點，喺拋售沽壓之下跌勢持續，午市進一步跌穿2萬關口，最多跌過3143點，全日收報19828點，下挫3021點，以點數計係歷嚟最大嘅跌幅。大跌市成交急增至6208億，創出新高。呢次個跌市方面嚟講係人為嘅，咁本身嚟講係特朗普咧減粗，其實嗰陣將個市咧執咗落去咁樣，咁佢其實講緊呢係佢係蓄意想做呢一樣嘢。港股方面嚟講，咁去到2萬邊係咪要好驚咧？咁樣仲有冇得再跌咧？咁樣嗱，要睇呢個嘅關稅方面嚟講玩到幾盡啦，其實嚇。咁嗱，我自己會覺得咧，真係有機會可能會再跌多啲嘅。資金爭相避險，今年嚟跑贏大市嘅科網股成為重災區。小米跌2成，快手、阿里巴巴、美團同騰訊跌幅1成2至到接近1成9。貿易戰陰霾之下，出口同航運股繼續要捱沽。東方海外跌近1成4，晶苑同裕元跌1成2至1成3。同蘋果手機供應鏈相關嘅股份重創，比亞迪電子、瑞聲同舜宇齊跌超過2成。高位電子跌幅達到3成2，油價連日急挫，中海油同中石油齊跌1成半。5大國有銀行股亦都受壓，跌幅介乎7%到1成。無線電視李寶善報道。恒生科技指數跌911點。最活躍港股收市價，騰訊控股跌62個4，盈富基金跌3個1，阿里巴巴跌22個2。小米集團跌9個4毫半，恒生中國企業跌11個9毫2。南方恒生科技跌9毫0仙4，美團跌23個6，中芯國際跌7個3毫半，比亞迪股份跌59個6，港交所跌49個4。期指夜市即月升1點，總成交超過5500張。亞太區股市全線下跌，日本股市收市下挫超過2600點。創歷嚟第3大下跌點數。日本股市跟隨美股上日急挫，曾經跌近3000點，跌幅近9%，收市跌2644點，下跌點數係歷嚟第3大。台股喺長假期之後復市，下瀉近1成，創咗歷嚟最大嘅跌幅。電子板塊受壓，台積電同鴻海都跌至停板。南韓股市低開超過4%之後，已接近全日低位，跌幅擴大至超過半成。澳洲股市最多下挫6.5%。日本首相石破茂喺國會話，希望同美國就關稅進行談判，以達成廣泛協議。佢話今個禮拜計劃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進行通話。中央政府旗下嘅中央匯金展開穩定股市操作。中央匯金公告話，堅定睇好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嘅前景，充分認可當前 A 股配置價值，已經再次增持咗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 ETF， 未來將會繼續增持，堅決維護資本市場平穩運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話，本港金融基建穩健，基礎穩健，當局會保持警惕。我哋金融市場咧，亦都會受到全球唔同嘅因素或者啲不穩定嘅因素咧去影響。咁然而咧，我哋香港嗰個金融基礎十分之穩健，我哋流動性咧係充足，所以咧一直咧都係公平有序地可以運作。我哋嘅核心競爭力咧都係繼續係好堅強嘅。咁我哋特區政府會繼續同金融監管機構咧去保持警惕，去監察市場嘅情況，維持我哋嘅金融穩定。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支持者對沖基金巨頭阿克曼批評特朗普正係喪失商界信任，呼籲政府暫緩實施關稅政策。阿克曼喺個人社交平台 X 發文話，特朗普對盟友同敵國無差別徵收巨額關稅，係喺度摧毀國際社會對美國作為貿易夥伴嘅可靠性、穩定性同安全性3重信任。佢認為特朗普可以暫停關稅90日，通過談判解決關稅協議，從而吸引幾萬億美元嘅新增投資。不過佢表明
如果美國喺4月9號對各國發動經濟核戰，商業投資將會陷入停滯，消費者將會勒緊荷包。歐洲股市，倫敦富時100指數跌360點，巴黎 CAC 指數跌397點，德國 DAX 指數係跌1094點。財經消息到呢一度，多謝收睇。